再来看到中华溪州大庄村，哇，炮弹拍过来啊！这不是对方拍过来，这是陆军的演习所造成的。三间厝叫讲调的哦，陆军的演习啊，发射是155榴弹炮，原地对溪州北方的基地拍出，应该啊拍到5公里外的落水溪目标区，结果啊飞2公里就跌落来，先拍到一间厝的厝下，甲这个阿鲁米的门，佮弹去一丛树啊，佮继续飞弄破第2间的厝顶，最后飞到第3间的厝的围墙啊，弄互破才停落来。虽然好佳在啊，无爆炸，但是民众啊。惊就惊死啊！面体外口砰一声，清大量的白烟土山洋洋飞，连面体头前的树啊也当做2轨。然后就这棵树，就打到这棵树。附近的街边串一个，调监视器才知影是炮弹弄一摆。运气很好，对啊，按照道理是炮弹一打到这个就会爆了，结果他没有爆。因为爆的话，那里面有人。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被炮弹打到的第2间民宅前面，可以看到呢，它的屋顶呢是被打到了有一个凹陷的情况。那当时呢，这个炮弹呢先击中了这个绿色的民宅，打坏了它的遮雨棚之后掉落到地面，结果又弹飞起来，擦过了第2间的屋顶。结果炮弹拍到一边体，伫彰化溪州乡的大庄村。飞过来的是一粒155公里的榴弹，先去卡到面体铁锤只后边，卡派阿鲁米的门，搁弹起来弄断树啊，甚至搁弹起来飞300-400公尺，卡到第2号厝顶。所落个搁弹100公尺，弄破第3号面体红砖墙。炮弹是陆军总伫溪州乡进行射击的演练。本地是要拍落水溪层的目标区，严个炮弹所提早落落来，卡到2公里外大庄村的面体。推动市立部编组专案小组前往调查，来厘清事故造成的原因。廖军讲，这粒榴弹伫作战时会装其他功能的药证，严个这个是演练，所以敢若火药尔。严个为了也已经强加会当探过面体壁道。陆军已经派人找到炮弹，要送慰问金，而且强调会负责将损害的面体修理好势，未来也会强化部队训练，较未这个状况搁再发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